冷盆，一层膜的冷盆啊，看选心全是叶子黄，有这个芽点，是吧？那你看我们培育的新品种还在开花，它主要就是我修剪的晚，应该是在12月份初，看挺漂亮，关键开好多，一大片都在开花，看懂吧？这个品种叫什么名字？我看看啊，我们好像叫初禾，一个3类的新品，粉色的是大家比较喜欢啊，初开始颜色深，对吧？其实大家肯定更喜欢这种颜色，或者这个颜色，就是比较淡一点的，带点淡淡的粉，对吧？可能你这个深颜色不一定喜欢，就这个颜色，没错，给力吧？